下面这节目是梅林相会与上海平台头的范林牛冯小英演唱。梅林相会呢，算是唐伯虎的吹响谈情说爱。那么这个内容呢，用现代的演唱法，就匹配了匹配，软绵绵情笃笃。那范林牛的嗓音呢，在前韵句呢，先生比较接近，所以历来演出呢，更加是匹配了匹配。那冯小英呢？特别林就是蓝搭档，两家头搭配精彩，多年合作。那与李德两家头来谈呢，可是百成功的。那么真正叫匹配了匹配。现在请听梅林相会。大伯虎813马上进无锡下午龙腾镇河下非洲的市东，这个名字啊就叫河岸。哎，人家梅花。眼睛一眨，到今朝12年的年半，这2年落水上水，花园里的水晶就要归下。我讲梅花盛开，香气馥郁。各位下来了，年上个老规矩，每年梅花开的辰光，摆到一个老乡到花园里上落梅亭上赏梅来吃酒。像了今朝嘛，那个谁嘛，上这个好动物叫河岸啊，说关照幸福动物了，说统计上河呢，明朝赏梅吃酒啊，让我比让人世祝福，受辱进行。那么我呢，老酒饮饮，羊羔吃吃，三个神仙一般。不晓得个唐伯虎是来这个真海，就你的为这个秋香要成功相思并夸的。咁大夫是让我去散散心吧。哎呀，这你的想要要明着去的。咁今朝唔啥怎么样，我先去把推他。哎，我花园里讲个的梅花洗掉了，先赏脱的。等到想要明着再去赏你，去赏一片菜花啊，还叫死得去长落。哎，出师马进花园。一路到此地在落梅亭上向，答应在梅亭里向一口嘛，哟，这只梅亭实在真正靠近。既然到梅亭了，里向的么子样样色色，这梅花式样色了啦。手指上向点木个梅花，顶子上刻木个梅花，马戏方桌上向烧个梅花嘛，窗格子上向打个梅花。叫梅亭之上侪是个梅花，是大人悄悄这点脱口而出，再上，哟，好一只梅亭之花园里向别别行了，沙沙的沙丘上秋神人，哎呀呀，我不是梅花仙子来了啊！当然，就你的二位把子呼吸了哩，啥个道理嘛？这啥声音实在好不过，这也是个脚，也是个切，也是个牛，也是个脑，也是个能，也是个地，哈得能够批评的。可可，哎嘿。吃梅亭花花浪江，哒哒哒奔过来，最可一头小茶酒，到该打50边浪，对对对，谁的一口嘛？哎呀，哦哟，昨天的火药，咱家两个天火药伤风的，杀进这口这个曲香了，让谁的啊梅花啊？怎么能个吃呢？吹香哪会到花园里来的？你是奉旨来太太取名来阿一枝梅花。新年做年头嘛，太太今朝特地插了我阿梅花了。可是这枝梅花一定要阿得10-20枚。一路追过来到花园里嘛，其他梅花也看不中，独当看中高山边上有一枝梅花，生得太人欢喜得不得了。所以追到高山半边一看嘛，随着阿打发关。生得来这个所以高山上一步，
我到顶上兰宁峰的旁边，深水向阿么，介绍为推为一眼眼，那是索性单独一头，一只脚忙正树子上一踏，另外一只脚让大山上低一低气嘛，让阿个去梅花。实在吹响搿种腔调危险个，为啥么？搿颗梅树啦，往外头冲出，下头就是鱼市呀。他是那不大心活隆咚丢下去，别说神杀，十二郎个天动啊也动杀个。狗些梅花刚刚，哒打着耳朵在，梅花个皮啦结归硬，加上拉来拉去嘛，自家拉不下来。谁抢了搿辰光，来一阵风，搿棵梅树有点动了动，吹向扶椅低头一看嘛，哈，你吓得了呀！啥下头就是鱼啊！大山浪向有这些个呀，挖是挖得来，他是不当心丢下去，搿是性命啊也不办。心里想哪不好呢？所以自家安慰自家。再问了，过来一阵风，我吹响杀气的声音，呵一句，马上答应个咱你都送资进去，挨咱你都不肯出来个的。嗨，这个是地晶晶，啊，就是那看呢，吹响二梅花个姿势美得不得了，一只小脚树子上躺一打。搿只小脚高山上一点，挨着水，树子上向一照，搿个姿势变成善恶分离。而且这个两个天门内看的张面孔，又是三八粉嫩、珠光滴瓦，标致的不得了。风头里向一吹，面孔上像红澄澄，三姑娘水喷的豆花一样。吹下搿种漂亮，真正叫漂亮的。哎，你不但有一种姑娘呢。背头带里忙，腰身细细，像芭蕾舞演员人啊，来得个漂亮。真的白酒来带里面孔一看，高就过来他不亮不来的。秋香都经得起推敲，非要是那前头了后头带里看，好看6米多，看上去才好。那前头看漂亮，后头看妙的，正面看玲珑，右面看稀缺，下头看恶心，上头看杀气哦。嘿嘿。哎呀，崔姐，恐能这出虽一计上头，出人无欲，了相思。说秋香，俺能够拿那小家子就个来意了，瓜子下来凑人之药，让公道秋去搞我相思明白。刚这个讲非要多上9年了，秋香姿势就危险呀。活隆咚丢起搿个龙江这个，好的忽悠一下500别人，今朝帮你一把，我去踩你下来吧。这边哈哒，是边上丢过来，这身青丝白大的衣裳，飞高山上来，啊，让秋香背，李凤家的背头有人啊，我上去扎一下，活隆咚飞而丢起，谁不上声音不了？啊，姐姐。不必真欢小弟来了，哈！是哪有的杀上的有声音讲？地位过来一看嘛，啥是你？是小弟呀！啥奇怪？心里一下水里对得紧嘛，哒！搿只梅花的阿当水里在，当然梅花么踩下子了，搿只脚又像水走来高山上流云么。随便哪不够，为啥么高山浪向有这些个呀？搿只小脚松到哪发抖？哎呀！你不灵的哇！哎呀，姐姐不必惊慌，no，对小弟来采风姐。可怜谁身高来么？今朝救命王菩萨，不乃是拜龙将军，三路得来男女一别，今朝不必过一年，所以天下眼睛大。中山之梅花雨水生出来嘛，哟，啦，姑姑是哪里话了？这
把好今朝踩到秋香搿只水了，一个云的高头的竹林，做了海个的，上进秋香水就不贵的了，嘿嘿。特别是一到冬天了，秋香水更加宝贵，上到油脂锅里发生出来的。上头里到冬天秋香水要上起来嘛，有句老古闲话叫秋水冬上对了，嘿嘿。咁当八卦那踩水嘛，就这样踩的呀，到时人湿透腿，踩水踩得名堂出来，洗个澡水，让秋香水下头pan一拖，拿秋香水当老古董，红木个褥子当来揉揉来。那么搿张水烫上的很了，哟姐姐，喏，而今不凡事了。花的也要推呀，菜是要有名堂。水菜啦，心里定心怕，刚才要想礼品。啊，哥哥，姐姐，而今放水，你不放了啊？啊，姐姐呀，小弟这双水叫我水，可能让他拔出一等了啊！答应做你的机会来的，可是不放的。我们听讲都要说的，菜水用上洗机不是？你马路上看见大妈嘛，都得吃饭说菜水了的啊。明朝辰光呀，明朝辰光一男一女水有菜水，就思想交放的不得了的了。那当时现在了，男个女个人啊不认得，搿老子个要蹦嚓嚓蹦嚓嚓蹦嚓，跳不里舞了的个，从的两样个。啊，姐姐，哥哥，今日与你花有种相会，真是天机之意缘，可能够请姐姐轻易一礼包。喏，我们到那时这鹿梅林中去对对中秋，可好啊？是。可你答应了，那么努力刚才让采下来的花岗浪向立定。在秋香忙忙小家领定啊，花岗浪这些，当心得更多。啊，姐姐，哥哥，你开仔细细细。哥哥，你已不问了。姐姐，请啊。哥哥，请。是。大哈与一比呀，比说好嘞。那你哈比一时是我哈比一非离。家，
须可叹莫期许。红喜非为是嘛？一听不得了，你弄我吹响了比落子，硬是吹响那个人身高重的，那么吹响对你妈妈像落起个人啦，我不欢喜。虽然你个人身高蛮重。后来把少荣用受我指子，受我金头调虎你个终身。哎，哥哥，姐姐，罗吹小妹不爱，你怎样不爱呀？那啊。你爱他什么？ No， 爱他。君何大来，生计因，终生不由言语。哦，哎呀，这当然一听秋香后音的不得了啊！那么你欢喜红色，不欢喜绿子。红色这个女的身高蛮重，但是你要一生一世分八个男人。我们秋香这那个意思说起来呢，你不跟搞分的吧？哦，可是不来，真当累累呀！哎，这个姐姐，哥哥去哪里玩了呀？一块冰肌神啊体身，你是来自为谁牺牲啊？一听到我今朝王爷比是啊比，那么那哈你今朝我奴内大爷比一比了。啊，哥哥，哎，姐姐，想你以好日也比，比最下的还比什么？那自己自动，被你都不出心。哦，哎呦！当把我听这个秋香拿自家身上一比了，比得你手都不得了了还。你拿我一个人比着两个人，自己自斗，自己杀人。三国志里曹操的儿子叫曹子敬，此人文采好的不得了，能够七步成章，七步路当中这么些诗叫断机诗。那么这多年是中国历史上讲标志面孔的美男子。你是我大伯后有自己之才，自斗自能，难别考问。哎呀！喜了。那么不记得，开心的让路上口水，口水什么？哥哥，喜后的相夫来做的。跟种种哪位人的？口水的少年，虽然面孔蛮标致，学问蛮好，口水来到相府里来做，别，倒要我奴才啊！哎呀，姐姐啊，想你自己干着第三下事，其实都是为了你好姐姐啊。他们两生同把那小江山。其中是他做妻儿，披着
人水菜水上一头小大家，前面那块小猪的穿向无意之中夹紧，那块小猪的烫一贴，咚，猪的得到50的。50个人是必步上青，两个标志面孔长得个清清爽爽。答应对于我来对50的一口嘛，接那几杯落花飞水面，猪的到这市里面还有市货的了。加上市货一轮移过来，嘿，恰在前头去移了穿向影子的面孔浪下，一些穿向市里影子的个面孔，哇，动了动，那过去的面孔上三个在这追问呀，哎呀，姐姐，你看啊，看什么？你看姐姐是喜欢。嘿，一口没得吃呢，哎呀，好不香！这个师傅啊，一轮打我面孔上向，我吹响打鼻子个老头不在。那吹动正在应声开，正让看辰光，却在这口就闺蜜啊，吞了吞。腾过来一盆市场，谁家去腾了绿银子个荷包的哟？啊，哥哥，哎，姐姐，你看呀，你看公公长寿吃了水。哦，去向上我车子收了，快！身体与我来在市里一口，嘿嘿，对球呢，一大盆市菜，趁那个影子的荷包就打了，结果打了一盆收了，吃收大把后，这种比这个老的哪里的嘛？对，秋香妈妈，那么比这个老套布，我比这个老的老套布的，我可打没个。与你讲哩，神功这对老夫妻呀妻，我两个的将来啊人工，我大都成功了，这自己说，请听我道。下面这节目是梅林相会与上海平台头的范林友冯小英演唱。梅林相会呢，算是大伯虎的吹响谈情说爱。那么这个内容呢，用现代的演唱法，就匹配，软绵绵，情笃笃。那范林友的嗓音呢，在前韵句呢，先生比较接近，所以历来演出呢，更加是匹配。那冯小英呢？特别林就是老搭档，两家头搭配精彩，多年合作。那与李多两家头来谈呢，可是百成功的。那么真正叫匹配。现在请听梅林相会。大伯虎不我13马生进无锡乡下龙定镇河乡非洲个市东，这个名字啊就叫河鸥。哎，人家梅花。眼睛一眨，到今朝10年的年半，这2年落水上水，花园里的水晶结桂花，我讲梅花盛开，香气馥郁。各位下来了，年上个老规矩，每年梅花开的辰光，
北大一个老乡到忽悠的上落梅顶上上买了吃嘴，想了今朝马那个谁嘛上的好动物叫我啊，说关照幸福动物了，说通知上我呢，明朝上梅吃嘴啊，让我比让人事祝福，收入继续。那么我呢，老去应应，羊羔吃吃，三个神仙一般。不晓得个大伯虎是来这个真嗨，自家拉不下来，谁吃了个辰光，来一阵风，这棵梅树有点动了动，动了动，吹向树叶低低一口嘛，哈，你吓得了呀？啥下头就是鱼啊！大山浪向有这些个呀，挖是挖得来，他是不当心掉下去，可是性命啊也不保。心里想哪不好呢？所以自家安慰自家，三温两。过来一阵风，我吹响杀气的声音，呵一句，马上答应个咱你都送子进去，挨咱你都不肯出来个的。嗨，这个地晶晶，啊，就是那口娘。就像俺美国个姿势美得不得了，一张小脚树子上躺一打，这张小脚高山上一顶，一张水树子上向一照，这个姿势啊，变成三个分离。而且是俺哪个天门那口的张面孔，又是7、8分能珠光的话，标致得不得了。风头里像一吃，面孔上像红澄澄，三姑娘屎喷的豆腐一样。崔家这种漂亮，真正叫漂亮的，哎，你不但有一种姑娘呢，背地带里忙，腰身细细，像芭蕾舞一游人啊，来得个漂亮。真的不就来带里面孔一口，高就过来他不亮不来的。崔家这种经得起推敲，非要是那前头了后头带里看，好看6米多，看上去才好的。那前头看漂亮，后头看妙的。正面口玲珑，右面口稀缺，下头口恶心，上头口杀气。你的位置个抽象要成功相思变化的，咁豆腐是让我去晒心吧。哎呀，做你的想要要明着去的，咁今朝没啥怎么样，我先去把推打。哎，我忽悠了讲个的梅花西头了，是上头的。等到想要明着再去上你，是上一批柴火啊。还叫死的去找路，出师马进忽悠，一路到此地在落梅顶上向，答应在梅顶里向一口嘛，哟，这在梅顶上的真正靠近，既然到梅顶了，里向的么子样实实，这梅花是样晒了啦，手指上向第2个梅花。顶子上刻木个梅花，马戏方桌上像10个梅花们，仓格子上像8个梅花，叫梅顶之上30个梅花，是答应悄悄这顶脱口而出，再上，哟，好一只梅顶之我有点想别行了，傻傻的杀气上悄声音，哎呀，我不是梅花仙子来了啊！当然，就你的二位把子呼吸了的，啥个道理嘛？这啥声音实在好不过，这也是个叫，也是个俏，也是个牛，也是个脑，也是个能，也是个地，哈得人不屁的了。看，是梅林呼嘎浪讲哒奔过来，最后一头小杂脚到该打50边浪，对前头一口嘛，下，哦哟，昨天里忽悠啊，咱俺两个天忽悠双峰的，杀进这口这个曲线了，让谁的啊梅花啊？怎么能个钱呢？吹
乡哪会到花园里来的？你是奉旨来太太之命来阿姨去梅花。心里做年头嘛，太太今朝特地差了我阿梅花了。可是这只梅花一定要阿得10日梅。一路走过来到花园里嘛，其他梅花侪看不中，独上看中高山边上有只梅花，生得太人欢喜得不得了。所以再到高山旁边一看嘛，随着俺打发鬼，生得来这个家。所以高山上一步爬到顶上兰宁峰的旁边，深水向俺们介绍为推为一眼眼，那是索性单独一头，一只脚忙正树下子上一搭，另外一只脚让高山上低一低气嘛，就让俺个吃梅花。实在吹响这种腔调危险的，为啥么？这颗梅树了往外头冲出，下头就是5日呀。他是那不当心喉咙洞丢下去，别说身上是俺两个天动啊也动杀的。这些梅花刚刚哒打着耳朵在，梅花的皮啦结归人，介绍哪里拉去么自家走。嘿嘿，哎呀呀，崔姐，可能这去虽已在上头，初人无约了相思。说秋香，俺能够拿那小饺子丢个来你了，瓜子我来凑人之要，让公道秋去搞搞我相思病吧。刚这个讲法多大9年了，秋香姿势就危险啊！喉咙洞丢起个在龙江这个，好的忽悠一下不别人，今朝帮你一把，我去踩你下来吧。这边哈啦啦啦啦，是边上丢过来，这身青丝白大的衣裳，飞高山上来，啊！让秋香背，李凤家的背的有人啊，我上去扎一下，喉咙洞飞而丢起，谁不上声音不灵？啊，姐姐。不必真话，小弟来了。哈，是哪有的上上的有声音叫？地位过来一看嘛，啥是你？是小弟呀。啥奇怪？心里一下心里对得紧嘛，哒，这只梅花的阿当是一在，当然梅花么踩下子了，这只脚又想水走来高山上流云么？随便那不够，为啥么高山浪向有这些个呀？这只小脚松到哪发抖？哎呀！不灵的哇！哎呀，姐姐不必惊慌，喏，等小弟来搀扶姐姐。可你先生过来么？今朝救命王菩萨，不然是扮龙将官，三路得来男女一别。